那是莫旋风。他定来追分重敌，难道又有新番了？哎，最近新上了补星司缘起，不早说，走去看看。不错呀，里面还有我墨家，我喜欢。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。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。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阿泽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。之前修炼，我便见你造的车上能设这种网子，好生厉害。没想到机关道竟然还有天罗地网。兵器固然好用，但要分谁人使。到了坏人手里，恐怕也要落个差评。可惜墨家奸暗，竟对狂徒网开一面。莫胡闹！你对阿泽什么态度？之前向着他说话也就罢了，如今他可是异人，干嘛非得仇视异人？异人小人得志，常因狂犬之众。墨家若容了他们，将来必祸害世间，悔之晚矣。墨家又算个什么东西？阿泽，莫胡闹！一群士卒的看门口而已，想尝尝爷爷的行力吗？只不过是一群丧家犬，你当是爷爷没有异能吗？来！住手！邹师有令在先，擅自使用异能者斩！如今先生所辖一人，正如强秦一统六国，车可同轨，书可同文，却无法让人心归于一呀。这普通人突然有了异能，从前所持的理念各异，想必甚难整合。没错，善用异能确实该斩。帮帮你！一人若然各自一派，皆不服管，怕是尚未成就大事，便自相残杀，起了内讧。少主，外边两拨异人不听劝阻，打起来了。放肆！哎呀，蓝玉一心与先生谋事，先生缄口不言也罢，蓝府可经不起这般折腾啊！走，蓝公子莫慌。
何其强大，弹指间毁天灭地。上有邹师在，横扫八方根本不是难事。强又如何？强秦可征六国，还不是落得祖龙死而地返？对了，墨家机关道尚在改良，我想向天行哥哥请教。阿泽，从泰山赶至兰陵，想必舟车劳顿吧？我不累，天行你。那你陪我去练剑。练剑？陪你？杜若向天行哥哥请教，我向秦泽哥哥讨扰，不可？哦，当然可以。走，练剑。你盯着我看干嘛？半月未见，我便只有盯着他看。你在改良天罗地网？天罗地网丝缕锋利，太过残忍。若要既有威力，且不伤人性命，天行哥哥，依你之见，可否能实现？组织一人，便如交织网子，需彼此信任，相得益彰。但现如今，难啊！墨家为首，一人为过，之间难免有些不和。何止墨家和一人，便是同族，原是嫡出庶出不和。墨家保守革新不和，一人士卒游侠不和。如此，岂不是天下人皆不和？兵者以武攻伐，儒者以文乱晋，阴阳者以天时护众，此谓之三害。但把这三者纵横交织，让他们互相制衡，三害就变成了三利。这就是秦皇汉武成就霸业的窍门。邹师心中果然藏着宏图霸业，只可惜，怎奈眼下的兵者皆为骄狂不羁的乌合之众，何谈其他二者呀？唉，然而他们可个个身怀绝艺，大有可为啊！一盘散沙而已。将一人整合，并非难事，只需一个共同的敌人。蓝某有一计。不用异能，敢吗？让你3分又如何？一身蛮力却不懂技巧。少废话，那是我让着你。你不会手无抽剑之力吧？男人啊，都喜欢得了便宜又卖乖。我若抽剑，你手就废了。你这姑娘倒是好心啊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找到袁采薇了？没，主公回新阳了，不准我们去找。真是个蠢男人。进来吧。
和天行切磋的怎么样了？他想帮走时，其实我的异能倒是可以的。句子，慎言。这是手甲。正如你所料，此人早有称雄的野心。哦，你又打算怎么做呢？就听你的，咱们帮帮他。先拿下兰陵，再一统东海，大家目的一致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句子，我定做的手甲好了没？呢？哇，好精美！墨玄姐姐，你这手甲是做给谁的呀？给天行哥哥呀。怎么，你也是？没。既然天行哥哥有人送了，那我就给秦泽哥哥，或者墨狐呢。总之，谁用得着就给谁了。天机师兄，不知道他的气消了没？只要我墨天机在墨家一天，一人就休想与墨家合流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把我永远困在这里！走。墨狐呢？天机师兄，墨狐呢？天罗地网，你怎么会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快去找天行哥哥来帮忙，我怕我一个人分不开。你忍一忍。你们只顾着与一人勾结，来诓我作甚？天机师兄，你有了异能吧？胡说！你的心力不完整，无法体内循环，便容易溢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有。哎！阿泽，你有我的异能彼此克制后，会被中和。这样练习剑术只会浪费精力，所以都别用异能。就只比比剑术吧。哎！阿泽习惯右侧刺剑。阿泽这剑绝不会躲，他会左手握剑反击。你怎么知道这招？你几日前与墨玄练剑，左手受了剑伤，这你都猜出来了？天行，巨子密室有请。告辞。哦，
扫兴，我也回去了。哎，别急。嗯，这个送你。这是手甲。用不着，这招被他破了。天行，秦泽兄，邹氏命人传告，他在蓝氏遇袭，让你们速去与他会合。什么？谁人竟如此大胆？是卑职，待我告知天行，我先去了。哎，手甲！哼，走吧。哦。姚氏、妙氏、赵氏，各家都到了吗？回萧宗上，都到。动手，杀光这些非我族类的怪物！张大爷，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卑鄙的各地氏族！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，舍身奔赴远望，不计虚幻。